台灣南投縣埔里鎮，係由維國安公老和尚開山創立嘅。呢座建築打破咗傳統寺廟嘅樣式，將現代建築藝術同佛教文化完美融合埋一齊。主體建築高達136米，非常巍峨壯觀。嚴謹嘅結構當中展現出萬千氣象。寺內供奉咗多尊莊嚴嘅大佛，結合咗石雕同現代科技，呈現出一種寂靜肅穆嘅氛圍。中台禪寺以佛法學術化、教育化、藝術化、科學化、生活化做弘法方向。呢度唔單止係佛法修行嘅大道場，亦係沉澱心靈同體會禪宗智慧嘅靜心之地。觀音亭係仿唐代嘅建築風格，亭前種咗蓮花嚟供養菩薩，手持楊枝淨瓶，寓意普施佛法甘露，令眾生離熱惱得清涼。